动吃来做事。闹热大擂台，闹热强下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金啊。大家好，我是罗时丰。当我要如何如哎呀，你最后的罗时丰，罗哥你怎么变得又爱又姐啊？哦，没啦，阿吉啦。当我要如何？没，我是小强啊，我是小强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闹热变 leader 啊。嘿，今日来到两片做乜嘅啊？今日来到两片，我同你讲一下哈。俩嘿，你不用口亲有名的赤飞强哦，因为我是传说中的蒙杀13妹。蒙杀13妹。黄石13妹哦，因为俩夫君有一只蒙杀失宠。哇，13妹已经这样子，那12、11、19、87，嘿，就按用手。越来越太哎呀！哎，今日突来俩片，因为赤飞强啊，迄只亲有名的地方，用蛮有名的地方。哎，马该。我们台湾之前的首富郭台铭啊，哎，唐共待了俩片9年的时间。待了俩片9年哦。9年呐！哎呦，做庙公你知道吗？哎呦，所以他是这边的。委婉啊，委婉哦，委婉 rock you， 哎，没有，也是待跟慈惠宫里面的香客房，哦，待9年，哎呦，就变首富。俺都要待9年，俺们变首富黑嘛。待了两片9年，就是53岁这样而已。哎呦，差不多按用的时间哦，好，进来进太调班无按太紧哦，哎，因为香火鼎盛啊。哦，等一下，用，哎呦，来到这边好运。跟着来哦，但是我妈妈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啷海讲哦，第一个，生性死差，生意死差，总得乱吃东西，第三个，总得乱灭风暴。鼓手你给母语，哎呦，这个红包，哇，要先看一下，就是捡起来，附近有没有人？后面有没有人会不会走过来啊？谁弄啊？很可怕。哎，唐共安有冥婚的人，哎，运气都很好哎。对，因为我上次就是捡了一个红包，旁边的人跟我讲，哎，放下，不是要给你捡的，你不好看。你要不要放下？哎，不是啊，这个看起来连没钱呢。看伊人没钱嘛，个东西。为什么有我的照片？那个意思啊？这是你呀？哎呀，俩黑没人姐他讲，有冇？这是你呀？现在漂亮多了吧？这是你呀？对啊，哎，2个17岁的时间呢。真给呢？真的啦。这让我想起我去年去清迈骑大象的时候。大象音效间有带吗？哎呀妈！我只看过。我们要去祈求一下我们的财富。哦。有哆啦 A 梦啊！哎，做的高跷跷板，不是这样玩的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跷跷板要面对面的。嘿，好了，来，1、2、3，哎，怪怪的，跷跷板怪怪的，不是，应该只是站起来。第一个跷跷板，我们2个玩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1、2、3，嘿，这样我觉得比16吨还累。哦哟，我同你讲，鸦片就是我个棋盘，有看到吗？像我私人做的同学讲，鸦片出去蒙杀死冲，系吗？哎，哦，你 kill 指引，有客家板，客家板，马街好食条架，好吃，都好吃哦。我像个你偷一张啊，我偷一张，那是嘛碎板。啊，水板哦。不要，你要讲你哦。我会讲这个而已。碎板哦。水板。两个都捏板呐。捏板。知道好不好？是的。你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有噶？50块。50块啊，不用找。哎，不要啦。哎，等下肚子。哎，暗自塞，谢谢。哎呀。打开吃。哇，这个客家的
就一定要加这个菜脯啊，哇塞！加好加满，哎呦，帮你挤干它。啊，来。你要冻球摸早去难撞吼，就冻球摸。某童子哎，球摸碎了啊！某童子可能要吃酱油。有啦，爱看到嘞啦，哪来啦？芋头嘞，两亲手看到嘞。哎，那谁时间吼，我上一摸鸡卵过，那也破住那里要碰来。最后，你们自己煮给同本是吗？丰卵啦，丰卵，哎，丰卵。哦，丰卵清好啊。哎，水半1球冇吃到吼。你也要分一点给我吃吧。你吃的那么，你吃到我手好像又蛮深。一人一半啊。看到你吃东西，我没有食欲。哎呀，给妹以后吃了。小李肉羹。没小李肉羹，30年老店，有看到吗？看老板的年龄你就知道是老店，真的哈。但他叫小李。哦，对。初六附近有秒，但晚上才开。哦，俺不要早就快。对啊。哎，条钱有买菜了，罗永一号。你要买咩菜啊？那今麦煮菜本吃啊。啊，真的哦。真的呀。哦。你看那是按货哦。七家破啊。马铃薯怎么办？1斤90哦。这是马铃薯啊。这是外国了耶！外国哪一国？告诉这个无知的人，澳洲对不对？澳洲。澳洲讲英文 ，Hello，Are you potato? Yes, I am. Yes. 你有听到吗？你有听到哈？哦 ，Very good, Thank you. 这个洋葱怎么卖？我可以买1颗就好吗？按永就后，你还要吃什么菜？哦，又买马铃薯，又买洋葱。对啊，可以先透露是什么菜吗？我不想跟你说。哦，好啦，惊喜 surprise， 你听吗？可以的。80就好。哇塞！暗自 say 是我们客家话，说谢谢。是蒙你啊，是蒙你。你可以说什么你这样。哎，谢谢。俩鱼来呀，俩还一吐你以后是厚实嘞。给片了。哎，蛮穷生，马该后生的。马该后生。哦 no， 生炒鱿鱼。生炒鱿鱼，怎么该啊？你做差了哦！哎呀，等你挠哎！那个鱿鱼到了，为什么？按豆色的，俩油苗哎，油苗哎呀！你好，我要一个生炒鱿鱼。好。哎，老板，我从你们生炒花枝的时候就开始吃了。是不是很久以前？不要这么说，50年没有50年了，没有那么久，那就是我胎前记忆了。我要买一碗就好。好 ，OK， 暗自 say， 谢谢，生意兴隆啊，已经很兴隆了。要去哪里吃啊？哎，那边，你这边有个桌子，那方便呢？啊，重算了，有点重，真的很重，算了。啊，没事啦，有就好了，是了。好，来。哦，是。吃一口，祝你早生贵子。会不会很烫？好烫哦！同学啊，你帮我吃啊。来嘛，总监，来嘛，一吃。我快。谢谢。谢谢。大哥。赶紧热掉了。没啦。你足热啊！你比我更热啊！来。啊，你拄好无头脏安尼。风较凉啦吼。谢谢嘞。对啊，你的头都晒黑了。对啊，发光嘞，真的哦，佛光普照。老板要用打灯哎，赶快吃一吃。哎，真的好吃哎，好吃哦，很有嚼劲。好吃，我们等一下就去。我跟你讲，还有更好吃的。什么更好吃？这一定很好吃哎。我做的菜，对不对？刚刚买的洋葱是吗？没错。还有我要为你设计马铃薯，没错。没错。哎呦，阿爸他講完哦，他講完條同佢講好了吧？我老公好了，人出來，兩嘅7、8年買哦，你還蠻買哦，還蠻可以試的嘛。哎，原來老闆準備營業，還是哦，這樣還是他說的嘛。我想講，今仔見面那樣嘢。你又死了！勞動營業困難，按自己啊吧。唔怕，你等他會試好吃的啦。拿對吃。能吃了啊。
这个好啦好啦，动草嘞。俺个动强啊哦，俺讲过了哦，制作单位实在动切嘞。有诶。 哎，讲实在吧，正经诶。哎，不然两三样去去啊，哎，谁台奥多拜？做嘛爱在充电嘿。哎呀，一般唔迄洗来在洗妹嘛，有没有意思？因为而且还不是帅哥，是不是欺负我嘛？啊，不是啊，一点福利都没有了。没驾照哦。有啊。那有可能。哎，真紧啊。哎，以前长得不好看的男生都要很早就有驾照才把得到妹子哎。哎呀，我是那个我老婆有驾照，她载我就好。哦，真的呀。啊，谁呀？ 好啦，唔好迄个行路员出强度好冇？我动强啊！哦，来啦，唔是强，唔是强，唔是强啦。我是精彩的命。啊，声音啊，声音啊！撒哈轮你就会累到人家发言的呀。哦，系嘛？吞就可以哈。人家古厝迄条牌真有名的，中口个有钱的。哎，声音哎，多嘞。哎，多嘞。 啊！拜嘞！这叫做田菊哦，田菊也常常。那田菊拿来泡茶，很多人哈，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，直接吃吗？直接吃到甜甜的味道。它好甜哦。嗯，他们最爱吃的就是这个素肉条。哎，我教你怎么样喂。好，你看啦。是的。哎呦，给我挑起来食嘞！哎，挑起来食嘞！我试看啦，好啦，动吃，来做事。哎，生意哎，多嘞。哎，多嘞。啊！拜嘞！乜解菜拜得了？唔咩？乜解拜得咧？啊，拜得。我上到有項東西，我唔記得買。乜解東西啊？我條我買嘅蒜條唔記得。蒜條。我煮出嘅蒜條。啊，用個啥咯？所以買咯。我同講啊，富圈有一隻親戚。哎。我的表哥，我爸啦。啊。我不卡啲富圈啊，專意拿蒜條。真嘅啊。喂，阿彪哥，你有聽到嗎？你阿點啊？你點不卡哦？哦，係啊，你有吹嗎？過嚟陳主任兩位。陳主任，你朋友幾票？問下等下一起好咧，你點解不卡啊？係嘅咯。係嘛？愛情哦，唔好走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去主任那边，对 ，A 他的蒜头，蒜头应该是每家必备吧？看，我爸今年冇菜不卡，冇一陈主任家不卡，拿蒜头没做的，来一哦。慢点喂，走嘛。啊，生意啊，你动太少。慢点喂，哎呀，等一下。你动太少。慢点喂。我要耳聋了，你不要吵了，喉咙都痛了。哦。那还有两条就都痛哎，还踹狗啊。我当吹歌哦，不然会撸草。那讲了好多拜当踹狗，用啥？用啥？用错，还有凤凰叫，一啥按虫，一啥按接。好啦，结啦，落去啊！落去，簽蒜條啊嚇！摘菜摘用山皮，三面摩擦透了你。哎呦，冲起来了哈！哎呀，冲狗哎！哎呀！哎呦，这不是陈松勇大哥吗？哎，阿爸！看有没有看到？身体有看吗？阿飘哥。那种啊？冲狗呀！冲狗！哎，爸，陈主任，你阿不卡有蒜头吗？有啊，做的本来蒜头吗？啊，我青豆蒜条嘞啦！拍谁？还有看到啦？那边。阿伯包面行。两片有点蒜条。你拿。拜托呀！你很青蒿葱嘅，青蒿葱呀。两嘛3D嘛。练到的后上的。练到的后上，乱讲，你真冇看过。哎呦，見到你大擂台嘅 band leader， 做一幾個冇夾落油飛兩條狗嘅。哦。蒜條嚟，蒜條嚟，什麼嘢啊？哎呀。什麼阿爸按姿勢啊？哦。哎呀，就嚟做咯。阿彪哥，用個再見啊！阿爸按姿勢啊，哎呀，什麼嘢啊？來，兩下，我要吐你一張神秘的
地方。哪个地方啊？慢点位啊！一个孩子妈妈。哦，这样有点爬不，踩过，松了，踩过。哎呦，一站农场啦，嘛，突然一站农场啦。牧场系嘛？牧场。差不多意思啊。你個朋友係咪？你呀嘛？你個朋友係咪按到母狗誒？母狗誒？母狗誒？咩呢？用誒？幹嘛好多母狗誒？母狗誒？他是牧場的少爺。牧場是農場的少爺啦。嘅係咪？You lady，係咪？跟他做對用同佢打招呼。哦，做對啦。係啊，冇人來同講，因為我帶咧中府。係。我發現了附近有一個清理好一個地方。係你有個地方啊？有機係飛奇農場。哦。有機栽種的地方誒。哦，真嘅啦。洗滌一下你有毒的心靈，係唔係？在這種地方竟然會有這種農場。係啊。不給哎，沒有，林媽媽，哎，哦呀，林媽媽，好久沒看到，好久不見啊，林媽媽好，歡迎你。好了，介紹一下，了就係飛奇農場嘅頭家林老闆，還有他媽媽，林媽媽好，我是小強，哎，小強本強啊，哎，也天使腿嘅 band leader 啦，加8孔強啊，你知道？今天特別帶他來，是，就是要來這個很純淨的地方洗滌一下我們的心靈，對不對？世外桃源，有摘嘛，有春，你看，哎，林老闆跟他介紹一下你們這裡多厲害。來，我們這個農場是種一些有機的蔬菜。哦，就2片嘛，黑毛，就這邊嘛。這個整個菜可以當做火鍋的料理，可以做石鍋拌飯，還有吃的。後面還有雞鴨鵝，還可以簡單來。哦，你們亂吃了哦。那這樣子好不好？今天我特別，為了你要準備一些，為了我，但是我們現在為了食材呢，我們要分工合作。周末共用用板分工啦。哎，你黏亂，好冇？我黏亂。哎，天涯嘅牧場地不會都黏亂。哦，有嘞。哎，有嘞，你黏亂，那來摘菜，哎呀，都在忙吃的。都在哈。好，那我們就這樣分工，好嗎？好，按吃誰按吃誰。哎，這個不只是有機農場哎，還是有豬農場哎。哎，有豬嗎？哎，有豬哎，真的嘞。啊，名場明星啊，哇！有那麼一名，他叫什麼名字啊？他叫佩奇。佩奇，這邊要這樣看我。好，你趕快去撿蛋，是。養亂。哎。哇，林媽媽哇，好多哦。小康來，我來帶你來撿蛋。來撿蛋，嘿。先來餵雞。餵雞，好。先要把它們餵飽了，才不會生氣。好，還有，好。我們先蘋果也可以，來，蘋果用丟的。啊，蘋果用丟的。那菜的話，來，還菜怎麼？哦，這樣。不一樣吧？對。頭也不一樣。對，哇，這個髮型很酷哎。我可以 set 到。哦，可以 set 到，來。然後待會哦，我們趁着他們都在吃的時候，我帶你去偷蛋。好，偷蛋。他們都會在哪裡下蛋？哦，就在雞舍。好。而且都會下在邊邊角落的地方。嘿，來吃，嘿，對，趕快聚集過來，對。啊，來，他們最愛吃的就是這個素肉條。哎，我教你怎麼樣餵。好，你看啦。哎呦，給我挑起來食嘞！哎，挑起來食嘞！啊，試看啦！來！好了！这是原住民常常吃的，这个叫做刺葱。刺葱，它的味道很香，很特别。哎，真的嘞。这有点像那个有点香茅还是那种的味道，对，是不是也有驱蚊的效果？对，而且它这个用来做火锅料会很好吃。哦，真的？和让它直接煮来吃吗？还是放进去？整个汤的那个会提高一个层次，特别好。它大的叶子跟小的叶子闻起来味道还不一样。朝天椒，我们这边朝天椒特别辣。哦，特别辣。跟外面比起来。像我这么辣吗？老板，你这个不会硬化，这样不行，你要说对。哦，好。哎，俩还马该，这个你也可以闻闻看，这个叫做紫苏。哎，紫苏叶，
我觉得好像可以用在我今天的料理里面，我可以剪一撮，可以剪一撮。大的叶子会比较好吗？大的叶子会比较味道比较浓，味道比较浓哦。我觉得好啊，那我来剪个几叶，整个剪下来，耶，霸气！哎，这样剪下来我就闻到紫苏的味道。然后我们那这边有隔壁那边，这边有那个大黄瓜了，已经小黄瓜变到大黄瓜。哎，我也要一条，现剪来吃。这个也可以哎，有刺的哎，有刺的很新鲜。而且可以吃，特别吃吃看我们这个黄瓜跟外面又不一样，特别的脆，现剪的会特别不一样。哎，真的，而且它很刺哎。对，你看刺好明显哦。活生生的感觉。有机的菜就比较不一样。我会不会对小康太好，给它吃太新鲜了？不会，来。偷偷摸摸，偷偷摸摸。啊，你看杨爸，我们你看到没有？看到妈妈。哎呦，按豆卵啊！哎，蹲在那边，就是在孵蛋。那我们现在要从它的肚子那边下面偷蛋出来。啊，不过我跟你讲，偷的蛋是最好吃的。哦。来，待会你偷完了以后下去煮的话，你吃吃看，天下第一美味。哦，4颗都可以拿哈，全部都在那哈。他在看你怎么会偷他们家的蛋。哇，吓死！下面的要怎么？下巴要用下巴用在哪？偷怎么用办呐？胸膛下面那边把它撑开。嘿，好，撑开了以后，蛋就在下面。我弄给你看。哎，那看到呀？你敢拿吗？啊？你敢拿吗？我吃看了，我昨天吃看了。哎。哦，正在孵蛋，要不然我们也不用炒它。哎，我们再找其他的地方看还有没有蛋。弄去爽开了呀，哎呦！它在孵育下一代。下一代啊！我连按到又大又小，好生命冇强弱，哎呦！我告诉你，为什么会有大有小，颜色也不一样。这么小一颗，这个就是它的出生蛋。出生蛋，对，第一次的提白上卵，叫做处女蛋。少女蛋，少女蛋比较小颗，越生的话就越大颗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如果真的要吃有营养一点的蛋的话，就是要选这种小颗的蛋。像这种就是老母鸡的，它不营养啦。这种营养最好。你们没有听人家讲说，加幼气的，够目睭。对，走。煮蛋去。接下来我来给你介绍我们这个紫色的地瓜叶。紫色地瓜叶，这地瓜叶我第一次看到，很新鲜的哈。这样一剪，它会有白那个白色的汁液流出来，这是很新鲜的、很营养的叶子才会这样子。等下可以特别吃吃看，也不一样。好哎，而且它黏黏的。对，黏粘性很够，粘性够的东西固味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这个呢？然后这是看起来很陌生，这很特别哈，它是这个都可以泡香草茶，这个叫做凤梨鼠尾草，还有凤梨鼠尾草，凤梨的味道，有凤梨的味道，真的假的？可以试试看，我随便采一片哦，随便采一片，然后可以搓一搓，我们看它的味道。搓一搓吗？哎，真的哎，这是凤梨水，这是比较。这个泡茶应该很好。泡茶，对。你这一列都是香草吗？对，这一列香草。那我等一下可以要喝个香草茶。我们特别帮你配这些，真的。特别的香草。还有什么？这有开这白花的，这叫做甜菊。这是甜菊。那甜菊很多人哈，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，直接吃吗？直接吃到甜甜的味道。它好甜哦。它这个是唯一一种叶子可以直接吃的。甜菊，所以我们加那个香草茶都不用加糖的，直接有这个味道。这很甜哎，这比糖还甜哎。对，最后一个我们这个，这个叫做芳香湾寿菊，然后整个把它采下来，它有百香果的味道。哎，真的。对，我们等一下会把这4种不同水果的名称汇在一起，会很好吃。配花草茶给我喝吗？对，赞哦，养颜美容。有葱吗？有葱，来猪葱，
哎，猪葱赞。猪葱这边，我就把它剪。它长得有点瘦哎，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剪它吗？可以。猪葱本来就是小这样才嫩，这样。哦，真的哈。直接这样剪掉。猪葱一般在菜市场也很难看到。对，通常剪叶子。对。哎，它会很香，可以试试看。哎，这剪起来马上有那个葱的香气。我们还有一些香草类，比如说像迷迭香也有，迷迭香、薄荷也有，采一点这个迷迭香来做在料里会很好吃。一大丛是吧？可以多一点。那我从下面啊没有，留一点给别人，我懂得分享。好的，我觉得差不多嘞，可以了。好，老板要记得泡花草茶给我。好不好？让我养颜美容。那我们就来去做菜喽。好，安之谁？走。你做得做唔得？可以啦，只是觉得那个有点烫。顺风油嘅啊，隔热手套你有冇会戴？哎，很有变啊，哪一种做的嘞？哎，真的有点烫。对啦，很烫啦。然后很加姜。哎呦！太强了哦！你有披露给明星吗？有。做的好，可以。帮你敷衍。不要。动吃，来做事。啊！63比呀！哪天无人去唱，就这么干啊！你带人吗？你蛮这？你就少呢？我让讲，你就少呢这，你还要带人立马？你很像那个猪，你知道吗？猪，条巴哥第一个战士的那个。威武！对。可是你是天使团的 band leader， 你刚刚弹的这样，你好意思吗？啊，这个你好意思说你是 band leader 吗？这个因为自弹自唱，自弹自唱，我简单。哎，你弹不行，你唱也不行哎。嗨，所以驻吹啦。哦，好啦。天数驻吹，你就走嘛。弹我可以的，唱我也可以的，边弹边唱。你是长得不行而已。可以的，对的。然后走嘛。啊。哎呦，你好，到了节目哈，最重要的时间，唔错，我驻吹咧，驻吹咧，充电唔来做嘛咧？因为根本我驻吹本身嘛。V 到我 TPS 杀给一头吹呢，冲击两片，设计另外一道菜叫做激酱酥火拌饭。激酱啊？它刚引就是激酱。有鸡的沾鸡的那个，冇强用，这很好吃吗？唔好吃嘞，唔好吃哈，俺们唔好吃。两只鸡迄爱鸡那个鸡。哦，鸡酱。两只姜诶，先来煮，人煮同人讲好吗？哦。两只姜咧，迄个头这样我要干什么？啊？我帮你打下手。打下手要干嘛？哎呦。哦，没了。帮我泡酥一下。我切出来，你煮出来，哎呦。冇啊，先同你讲，激酱的用板做，因为头摆可以做船点的时间，我挑油锅去自家煮。哦。古时候咧，青岛的人还有就好生爱挑油锅。哦。那根本 TPP 顿，煮爱挑油锅，一旧冇煮咧。可能老头摆冇冇强用。赶快。先加水嘛，撒落去加糖，你吃都会加几多？你好吃甜冇？唔好。冇好嘿。唔好。吃点甜的精神比较好啦。唔滴个头摆个公司菜包哦，个煮个做船店的挑油锅全部都一甜。那也唔会甜甜吗？唔会啦，唔会啦。你是唔会，因为像你那么甜。哎呦。哎呀，头摆可以做船店的时间。我又不是 Super Idol 的笑容没有我的甜，哎嘛。对啊，这样还不够甜呢。还要加嘛？唔是安用做的啦。安用就做的人哈。两个头摆煮的时间，安用好一好吃啦。哎，你啷煮啷来准备东西。好。我切菜吼，天白了，唔会切菜哦。不会啊。不过公司菜发吼，因为人家关系啊，我们其实也合作了很多次。青岛的鸡皮做对合作一下，我吃完有应该拉的。配色。像红的要吗？红的要啊，你行吗？哎呀，我切团呐。有啦。好了。你先抹认真啦。哦，撒好了风啊，2片。还有小黄瓜有没有？酥活拌饭就是要配色，因为这个很大只，你知道吗？NDF 咖啡煮出吗？啊，唔会啊。
唔會哦。對啊，我是本用伊會煮啊。啊，本用都會煮啊。係啊，不過佢唔好煮，錯。唔好煮。哎，黃瓜用做的嘞，可以配色一下。青赤黃牌黑，哦，配上我們的金木水火土，你真的切得很粗哎。對照我們的這個心肝脾肺腎啊，就是會讓我們的五行，對。哦，還有幾兩片的生菜啊，沒做得了一下，綠色的，我們把它拌一葉葉。還有辣醬嗎？有醬。還有拍色嘞，唔怕你先準備兩片。哦，再準備這一坨面子。哦，唔係，那就講，這是什麼？那之前同講。你因為有機會嚟向佢哋合作做廣播嘛，然後你到旅台有面試，其實正經對你算係非常的感謝啦。哦，帶給我很多生活上的樂趣，還有自信心。哦，不自信心是怎麼回事？樂趣我可以接受。哎，還有這個，哎，通講，你喺飛奇農場，這個是豬蔥。哎，給下挑錢摘嘅咩？哎，我挑錢摘嘅。哦，差唔多一罐咧。哦，俺用白油錢醬咧。俺用英國拉咧吼。拿累了，走对。好，我準備其他的東西。這個醬哦，有一個重點，係酸頭。你要幹嘛？要生吃嗎？那吃都沒做的嘞。哎呀，這個有機的，它真的是有機在餵的。對呀，莫打熟。哦，我就是在給啊。莫你還摸煮哈，你還摸煮睇，等下好用睇嘞，用睇摸。這直接生吃英國做的。係啊。咁有甜。有啊。有哎，滾嘞！燒落去勾一點芡。哎，我頭擺正經清無汗。我在做船店的時間哦，挑油勾自家煮，辣椒醬我也自己煮哎，我還自己包餃子賣哎，是不是太忙？我現在沒有辦法回家。你怎麼瞬間把黃瓜都吃哦？因為我們要做這個醬哦，我做2種，我有限牛，有沒有？這種濃度。好，同水後嘞，我做的準備嘞。撒落來素蠔油，差不多1半個量。你平常有什麼東西不吃嗎？也不用平常啲副卡會煮嗎？好料理本身。因為有聲音的哦，聲音好食的嗰種，大概，撒落挑油膏。小孩比較愛吃西式的東西啊。哦。所以他會煮一些意大利麵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啊，煎牛排啊，蝦貢啊，乜嚟？個創炭地板看得多誒。做得興也不卡打火嗎？做得啦，可以去你家打火嗎？放羊來啊！哦，有油膏沒有改洗嘞，差不多跟蠔油的素蠔油的比例2比1啊。歡迎來啦，但是他煮不煮不曉得。哦，真的。對。所以如果他不煮的話，你會請客是不是？對。充點哦，酸吃哦，烏醋會加一些咧，所以我們得加太多，因為烏醋的米絲太重。太重嘞。哎。所以要加一點烏醋，哦，對，差不多按鈕，哦，有沒有一點味道出來？哦，夠。你吃到有嗎？哦，有。還有一隻蔥點酸。還有乜嘅酸頭？酸頭會不用下油。哎，其實吼英國嘅電器較涼一些咧啦。當冰。當落冰，米絲หั่較好。有冇？哦，冰涼了，冰涼。冰涼來是我做得食的。不用用了就做得嘞。嘿，我們這邊的料已經準備好，撒下來，還有拿好一烘東西。你可以幫忙打蛋的啦。可以，兩隻哈。哎，你會不會單手打蛋呢？單手會啊。你單手打蛋。單手打到整手這樣子。哦，吃寬啦。做，我破大白馬哎。咒術。咒術。哦，你用咒術哦。對啊。哦，你是左撇子哦。對啊，每次。左撇子不是比較聰明嗎？沒要跳嗎？哎呦，你做得呢？做得啦。哦，不愛你啦，對，不愛來，懷念一下早餐店。哎呦，做得了哈。做得哈，你來打亂一下，你要加一些的調味來一下。哦，一些的就好嘞。打蛋行不行啊？可以啦，而且我怕他收不到音，我還幫他配。哦，真的哦。那你幫我配好不好？好，你幫我配。好。哎，該都是。後來天越大了，我哋不用油，你好嘛？好啊，好咧，我唔會剪落呢。唔會剪哦。係啊。蛋皮做得嘛？做唔得。冇得剪嘛咯，荷包蛋哦。我通常沒做的。沒有，我通常都是意圖用荷包蛋，但是最後變炒蛋。哦，同樣差唔多啦。
差不多个意思啦。顺丰本地有些盐盐，变过来，变出来。哦。哎，不用凉来。不用凉来。这样用切丝就好了。哦。要开始做我们的。听一哈。吉中。吉中。蔬活拌饭。吉酱，吉娜酱。对，蔬活拌饭。准备好了，先来开火一下哈。但咱要同下天数哦。哦，做对啦。那先同俩调油哈。哎呦，你看，因为俩有2张火舌，我们先用一点点。因为给俩这个飞活农场底部都不能有给其加个姜，它有乡村酱。啊，你为什么不用它的？那么倔强，要用自己。冇啊，就味道你这样贴贴煮来了，4公也冇煮了呢，鸡酱呢。哦，鸡酱。哎冇，你喜欢辣吗？嗯，可以。做点。因为我刚才说中那个糖，来跟我做唔得，你就全部加下去。现在他来讲哦，做点。哎呦，做点嘛。我们先加一点好了。哎呦，可以。有吃给我上。哎呦哦，糖多上嘞。哎，开始了。哦，你变。啊，乡村你喜欢吗？我可以。country 哈 country， 必须的 country。喜欢嘛个？你记得用蛮冲的。你做得做唔得？可以啦，只是觉得那个嘛个有点烫。顺丰有嘅啊，隔热手套你有冇会戴？可以啦。做得哈？不可以。没，你给我戴一轮嘛。好了。你全身上下是手可以用的人，在那边。不要这样嘛。哎，还用变啊？哪一种做的嘞？哎，真的有点烫。对啦，很烫啦。然后你加姜。来哟。哎呦。太香了哦。牛皮肉跟米线嘛。有。做的好。可以。帮你敷衍。不要。你不要妨碍我。哦，后嘛啦。后嘞啦。有，很香哦。很香。吃都一周的呢，它有锅巴出来了呢。对。是你动作太慢嘛？它菜还没熟，锅巴就出来。做的嘛。哦，对了。一胸一后哦，做的咯。哎，好香哦。啊，香。差不多，我觉得可以关火。可以。是不是？关火慢慢拌它。来，不用一些乱洗。哎呦，太多了。还有，海苔，这样有拉面的感觉。对。再摆上2片紫苏。紫苏一加热就会有一个那个微香味。好嘞。统计蛋白，然后蛋黄，大块了。我给我做这条可以啊，可以。黑毛。我冲按用哦，阿弟嘞，用阿弟嘞。按用南嫩多的吗？南嫩。好像爆摇摇这样，有没有泡了？哦，它有吗？没有那么松。懂吃，来做事。好，第2道菜。杀了煮天一透吹了。黑马干了。马铃薯起司烘蛋。马铃薯起司烘蛋。哎呦，这是人比人气死人，烘蛋比烘蛋，气死烘蛋，黑马。哇塞，你梗万用。来做马开了。你有没有厉害啊？你等我一下，等我我是要打蛋。你要打蛋，等我一下。好。也还讲你做的统计蛋白，然后蛋黄。大块了，我给我做这条可以啊，可以。你蛋黄放在这个碗里面，蛋白放在这个碗里面，好，蛋壳放在这个篮子里面。对，跳哦。哦，那你先来炒洋葱，我会花一些时间呐。因为哦，做嘛做2头吹。蛋白，还有。做的嘛？可以啦。来，先不用2头吹吼。来同你讲哦，凉哦要给它焦糖化哦，它加个1方式，唔好加油。早煲就会本给炒凉，然后要把它盖起来，让洋葱有点出水。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我正在认真的把把这个分开来。好的。因为我这个时间啊，不卡做生理。嘿。鼓手，哎呦，手亏还生些。鼓手我妹啊，姐姐没时间好煮饭的。可能8点钟就会煮几副卡硬的饭出来。嘿。鼓手姐姐吃多的东西就会乱。
我们常常吃到蛋。你要打几个？啊？全部打而已啊，2分可乐呀，做得吗？做得啦，做得了哈。Piece of cake。哎，嘿呀，嘿么？不是，我没有办法边讲话边做事。可以啊，可以。拿来。不是，它这个蛋有怎么样吗？很新鲜。嘿呀。然后我现在有没有？它的蛋壳无限氧哦，还蛮薄的，有没有？比一般的蛋难。哎，有，刚生出来的那种，跟冷冻过的不一样。baby 蛋，我冲用蛋。哦，阿弟嘞，用阿弟嘞。用南蛋做的吗？哦，南蛋。好像爆瑶瑶这样，有没有泡了？哦，它没有那么瘦。我是说感觉。哦，你做的凶一下嘛？已经好了嘛？还忙，我打都鬼炸黑，整个起泡，好不好？哦，哎，我的洋葱。哦。做嘛，我要用分开打很低吗？啊？因为啊，我是看日剧学的。你知道天海佑希吗？我们的女王。我不晓得。你不知道？我不晓得啊，我不曾在看那些正经的日本日剧。卡底部都有介绍了头，就会讲乱要用板打，伊讲乱拍啊，然后乱忘。分开打的时间啦，但把它打到发泡哦。哎，给乱丝了会它喷。那先来开火。哦，煎蛋要油多一点。哎，把我们的马铃薯炒一下。你同来添炒了，来。好啊。好，再加乱忘。蛋黄加进去。哦，我闻到马铃薯香味了。真的哦。哎，屁孔没坏的哦。调味一下。哎呦，甩锅。啊。很厉害哦。对啊，甩锅不干了啦，不是这种啦。我就把它弄平均一点，这样子啊。都得哈。嗯。好，接手，你继续打。继续打，换我打，换你打。你不要只做音效好不好？我做音效是关呢，关 C 了哈。哎，每次都被你们这样糟蹋，真的很可恶。大象音效。哦，黑胡椒炒一系列，你喜欢黑胡椒吗？可以哦。你快，可以我就多一点。哎，可以是少一点的意思。哦。都好，有一些米稀就好了哦。乱好吗？好嘞，好嘞。哇！安永做饭不是空锅呢，真的哈。哎，我们加一点配色，cheese。哦，cheese。哦，有点像披萨了，越来越像披萨。哎，真的嘞。哎呀，就是这种披萨的概念。哦，还有嘛该？哦，迷迭香，加一些的，是不是就很高级？哎呦，还用左迷迭香，听起来就很高级。左迷迭香。对。哎，有香。哎呦，变过来，嘿。哎。莫来，你变。等一下啦。哎呦，做得的啦，看有较厉害吗？比你的漂亮，黑吗？是不是？珠宝球嘞，珠宝球。这边漂亮啊！赶快，赶快翻！哎呦，哇！哎，一面很漂亮，一面超会搭了。本来要做披萨，后来变成大阪烧。对。没有，可以。本来想要它那个烹度有没有？现在变炒蛋。好，可以。哎，不够后吃就后嘞啊。哎，后吃出后嘞。哎，那吃的哦，应该可以熄火喽。好嘞。耶，吃饭嘞！哎，感谢你个领头咖，我们飞奇农场的领头咖，哎呦，还准备汤给我们。对，而且这边所有的材料，那么全部都是很健康的。嘿啊，猴头菇哎，T100宽豆，我们还真空包哎。哇塞，这么高级的东西出现在这边，不够充电，可以是吃饭，先吃饭。你是习惯先喝汤的人吗？哎，都得。
显示班好，来，显示班。对，因为准备好了嘛，我特别为你准备这个激酱蔬活拌饭，吃看看我用爱煮出来的。用爱煮出来的。用爱煮出，吃都用。好吃哎，它有一点的，有一点辣。我刚才有吃到一点锅巴，然后脆脆的这样。哦，真的哦。然后再加上一点这个菜。刚刚这个菜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哦，血豆，哎，溜木子，哎，这你以后吃嘞？以后吃啦。我以为你专模做样。真的啦，好吃啦。真的好吃哎，哦，哎，这年后生哎。哎，刚才吃东西很没吃好。嘿，你吃东西啊？你对我讲，就是它的那个锅巴，还有这个饭，还有那个酱的香味，全部都混合在一起，可以哈。然后这个你有没有吃到这个椒，配上那个椒，那个我没有特别注意那个椒。哎，这个椒很重要，不然你吃2口就腻了。红椒你切的啊？我切的啊，可以啊。这个我后来往奶。我切干掉了哈。用哎。我现在没空跟你讲话。那你赶快吃，你多吃一点，来同天数啊。好不好？哎，这个蛋好好吃哦！哎，俩正经冇简单啊，同工。你要吃它厚的部分。係啊，盤呢天縫。我叫你為做咧。我早上聽喺半間做半間出。公司開發，基本上是俩一寸，正經冇簡單。係啊，係冇。係啊。你點解叫咩幾多點紅葱麼？唔知幾多點？5點半。還沒去。5點半紅葱。一路上這樣買食材、借食材，還要聽人家唱歌。誰唱歌？啊？你慢這個衝嗎？不要再衝着衝着又去拜了。一路借，然後一路到這邊，摘食材，這個突亂，整天這樣太陽這樣。唔過伊難得啦，伊難得啦。我咩青島嘅肥衣啊，係啊，在嗰邊逢殺絲蟲嘛，係咪？啊，從細啲嗰邊睇，不用求你。可以去到我小的時候的這些常常流連忘返的場所，都在獅鬥1917獅鬥的東西，帶着你一起去玩一下，對不對？雖然我載你，我是有點不高興。不要這樣子，我剛才上山的時候，我差點下來推車啊！我們兩個梁商英製作單位喇白了。對啊，我們到底這期通告費是多少？我們差點滑下山谷哎！哈來慫，哎呦，那你搞4折，搞4折。好，我印象比較深刻就是來這邊。去偷那個娘亂，幾擺就小時候誰是這個 Q game 這個後面啊，來福啊，Lucky 啊，有沒有？然後就邊偷偷摸他的蛋那樣，不是，偷偷不是，咩啦？你本來就算是撿蛋的，不是嗎？這邊愛什麼魚啊？壽司魚按球啊，但我來按火療地方，應該飲茶。哎呀，湯好喝，我先喝湯嘛。先湯。哎，這個茶厲害。當然啦，條阿同條家講的，我 order 嘞，香草茶。香草茶，哎呦，來，真是的呀。哦，你最早，這邊還有。你剛剛是不是想噴我？不是，這個味道比較重，把茶喝進去以後，我們再來吃這個。